在倒位哦？应该是伫咧这附近对啦，啊。伟伟，我要找迄个汤团，你来百货公司要找汤团，当然嘛找无一只好心目啊，对无？我甲你讲哦，我知影你就是足介意汤团的，啊，我有吼熟悉一个设计师，迄个设计师啊，伊就是专门甲这汤团设计伫咧伊的洋装啊，伊的衫顶挂，这设计师我可能嘛熟悉哦。是无？对啊。可能就是咧讲同款的迄位啦。好啦，今日找看卖啊。应该是，倒一个贵位的。敢若是遮啦，紧啊！对，这个贵位我唔对。哎呦，设计师你好。啊，老师，我看到你本人啊。好。因为我看到老师哦，拢看伊迄作品啊，拢是伫迄电视顶悬的迄节目来介绍的。老师在想讲有这个机会，因为我最近啊有一个足重要的活动啊，想讲迄会用个请老师的洋装哦，安尼一定会互我规个人足加分呢。可以水当当天哪！你的衫我准备好啊，哦，有四套。哦，真的哦，好，遮侪套。啊，无直接来看麦。好啊，好，啊，麻烦你。行。这就是我教你穿啊，这束衫之前新梅姐在节目上有穿。我知影真的，我看到新梅姐伊穿，真的是说哦，有够好看的，身材看起嘛就好诶。嘿，虽然讲吼，这两边是安尼看看，嘛，不过伊穿起来，规个人迄看起来就修饰诶。你像你看这件衫迄吼剪裁吼，还有这曲线啊，我知影。拼接。这都是老师上出名迄六角骨的设计款，哦，对不？你看有成有用心哦，对啊。啊，你哪会阁看到这只？老师讲到六角骨哦，我之前其实拢有咧看老师的遮洋装啊，我就感觉讲是不是你因为讲这六角骨的伊这身躯的这形体，这线条啦，线条啦吼，啊伊个身躯安尼吼。两边较圆圆碰碰安尼，所以你的这洋装在拢是设计安尼，两边安尼碰碰安尼，敢是安尼？对啊，这个线条其实它是现在时尚圈很流行的这种茧状的轮，所以它会特别修饰女性的线条。哦，莫怪哦，啊，你当初是安怎要用这六角骨，啊，毋是用别种的汤团，比如讲乌蝶啊，还是嘿，还是餐呢？嘿啊。甲虫的线条它比较中性啊，它有代表女性有比较坚毅的那个面相，也有比较优雅、比较温柔的这个内在。我觉得把这两个融合起来，其实它会比其他昆虫来的更适合我们台湾的女性。哦，是呢，因为迄六角骨吼，安尼伊若是伫咧迄树仔顶悬咧看的时阵，伊的迄脚都安尼定定的感觉。定，而且就敢若是一个艺术品在树仔顶悬。但是你讲较中性，我感觉这种六角骨看起来就敢若雄赳赳气昂昂的，是因为伊的形体吼。做设计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它很细节的部分，我可能会把它放得很大，你就会看到它的壳上有很多很透明的纹路，非常漂亮的颜色跟线条。哦，所以你咧做这衫的时阵，你是真正有去研究这六角骨，家己放大，是啊，落去看的。有。啊，你平常时嘛去山顶去观察吗？我自己创作非常喜欢从大自然着手，是哦。对，所以其实会看到除了这个颜色，我们会有比如说黄色啦、粉红色，各个不同自然里面取材的色调。老师，我也在看迄书吗？迄书迄色嘛就好看。我拄啊就是咧看这书，我感觉这书哦嘛是足水的呢，因为这是黄色的，啊，不过伊这顶悬的这线条哦，安尼。交织是吼，交织的感觉就好看。这个是提花的布料，这材质摸起来就是甲一般的衫拢无共款。其实伊这摸落去了，伊唔是平，伊小可有淡薄安尼立体的感觉，有觉，触感的，有质感。所以你看这老师这线条的设计，拢是为六角骨的身躯去发现的，就是去甲放大，对，看到内底拢有这种纹路吼。啊，而且迄六角骨，你若真正咧看伊的时阵，伊迄壳吼嘛是有淡薄安尼光丝的感觉，就敢你这会反光吼会反光的感觉。我真正无想到用六角骨，它做出遮女性，啊，才有设计款衫。伟伟是不是想试一下？你哪会知影？我就想要试一领，敢会用有查甫的 size 无？无呢，无晓，啊，真可惜哦。你卖插伊啦，我来穿就好啊。哇！哇！你一出来我看你，刚刚看到 Lady Gaga 呢，莫怪啦，因兜的衫拢是咧大面清气的啦，就 fashion 的。我拄啊看伊吊伫遐的时候，都在想讲，规领洋装看起来虽然水，啊，毋过就是白白，结果穿起来，哦，规个人无共款。六角骨的这个曲线吼，在这件衫
表现啊完全就好，对，连这边啊这吼，敢若石膏的这感觉拢出来。这吼就是我感觉伊设计师最厉害的所在，因为啊，足侪女性吼，其实这手的这肉拢较济，对啊，对我好老师安尼就该炸掉的完美。对啊，亲像啊，阮的这尻川较大，啊，咧拄好穿起来，规个吼，就是你这样看不出来，你这样缺点拢甲你藏起来，而且你的骹吼看起来真正敢若180公分。对啊，伊最厉害啊，后壁安尼长长，头前短短。做工就有的嘛，你看。我感觉我迄后壁每一领我拢想要穿一个。安尼你紧去试看卖啊！啊，穿较紧的，拜托穿较紧。后来，你搁等我一个人。查甫人的工课就是要继续等待啊。我是感觉吼，拄啊，迄设计师安尼用迄六角裤用个设计伫咧我身躯顶穿的迄种洋装哦，真正足厉害的啦。对啊，设计师甲迄吼通拖的线条放在你的身躯顶哦，规个人拢抽管足好看，对啊你就敢若是一只足水的龙角骨。真嘿的。啊，啊，这种用通拖设计佫有啥？这足侪亲像帽啊啦吼，啊对哦有鱼膏，佫有迄布灵布灵的冰针啊、破链手指拢嘛有。对，佫有人用迄金箍啊，用啊闪闪湿湿嘛是做盘链的。嘿啊。啊，毋过吼，你定定看拢这拢是这艺术品。我带你来看活的好啊。我的哦。嗯这个你即马带我来遮徛家食，我事先甲你讲哦，等下若是通拖，你带我去找迄种迄加纸啊，迄种哦，我先随选哦。加纸你若放大起来看嘛是足水的，对无？但是我要带你来熟悉这老师呢，伊是对这个通拖最有研究的。哦，有老师就对专门科的啦。啦，带我来就对啊。较早讲的。生活当中的通拖艺术就是伊啊啦。阿婷，哎，啊有找到无啦？搁在看我咧呢。看，老师，嗨你好，你好。这是伟伟啦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这阿婷啊，真正专门科的，伊较早学生啊，就是伫读这啊啦。哦，最厉以前害就。咧读昆堂。因为阮之前熟悉哦，就是因为通拖熟悉的啦，嘿所以即届要带伟伟来看这个大自然内底的艺术家。哦。对啊，想要为内底吼找一寡创意、一寡想法，啊，甲这个通拖学习啦。其实伫恁身躯边就有啊，真侪趣味的物件。身躯边，在倒。我像恁后壁，后壁这片壁，哎呦，看到啊啦。都看到。这迄气毛糖啊咯，，气毛糖。嘿，气毛糖对。老师，我跟你讲，我较早去互这吼，捌安尼插伫我的大腿顶管，哦，有够疼的。因为伊的刺有毒，哦所以就是像你讲到，迄可能就是迄种啊，所以伊佫有一个名，我细汉捌听过一个名。嘿，阮阿公阿嬷甲阮讲，迄种糖叫做刺毛狗仔糖。刺毛糖大部分拢是鸭啊迄类的，鸭啊是买鸭的 baby 嘛。是。啊，画有毛，画无毛。啊，咱观察看卖啊，因顶管除了色水以外，因迄毛嘛无啥共款。虽然画足长的，啊，毋过画毛软软无毒。啊，画毛是迄内底较底。看伊的配色，感觉足特别的，伊是柑仔色配乌色的。伊迄毛看起来呢，敢若足舒服的，敢若迄碰洗衫的感觉。啊，恁看即只，这是细汉的时阵对吧？嗯。恁敢有看下伊边啊，佫有一个无共款的啦。哦，这一只。你讲这目睭正来鸭哦无共款的啦。啊，毋过这就是鸭大汉的时阵。老师，你迄罕见用会使啊，会使这里看。我看者。伊迄花草是一片一片的蓝对片。哦，蓝片哦。嘿所以有人叫伊这叫鸭粉。所以有时阵捌到了，迄粉就是拢是蓝。对。啊，伊每一片顶面都有无共款的色水。伫咧咱生活当中，就足侪即种通拖的美丽，对啊毋敢若是加纸尔。安尼阿婷继续创好啊一下。你敢有看到？较碱呢，这是啥会碱？这就是气毛糖。气毛糖。气毛糖伊若是有一寡会，伊变做糖包的时阵，有当下会透丝，甲你包起来。啊，就厉害，创迄只吼，迄外口鸟拢找无伊对啊，啊，佫有一种家己像铁仔色的迄种糖包，毋知恁有看过无？
我有捌看过哦，伊拢是吊喺树啊、树枝的边啊。对啊，你刚才伊迄生做做成的铁啊色的反光，这种金属的光有啥物功能？你敢知？算讲是若是日头照落了，会足闪的，足光刚迄的。个食是无？对啊，照我看到足插目的啊，就是。我捌听过一个讲法，嗯，就是因迄金的反光对无？就是看袂出伊的形体。就是伫大自然内底，伊可能会反射到边仔的色水，当像喺无去迄种感觉，可能。有可能是安对对，尼啊。啊，毋过足水的。喵喵，哎呦，喵喵啊！哎，哦，这是啥？这种欧米伽啦，你看伊会变欧米伽，伊行路的时阵足高水的。这种糖有一个名，足趣味的。嗯，咱以前的人，无像咱即马，MBK 啊内底有切的当量物件对是。吧？咱是毋是以前的人拢会安尼量对吧？嘿嘿嘿。动作球。所以有人叫伊一寸糖，啊嘛有人叫伊敲骨糖，对啊。你看这身躯安尼一节白白的，嘛是，对啊，真好看。安尼细只的糖，伊嘛是有配色的哦。伊嗯在大自然安尼，比如讲你放在树仔顶悬，你嘛是看无，就无去啊就无去啊。阿田，你即马伫咧看啥哈？大弟你看，哎，这一只呢？要往去倒。对啊，我想要看遐看。我也无伫边，遮伫咧树叶下底。哇！哇，咱头拄有看到一只白色的黏咧壁里的迄嘛，对哦，这只甲头拄迄只，因是一个足大的亲戚，所以有的人拢叫因爷。啊，毋过其实你看这只吼，伊虽然色地嘛咧暗暗扑扑，对哦啊，毋过伊其实是尾鸭迄类的哦。哦，是尾牙迄尾鸭种的哦。就是有人讲蝴蝶啊，嘿还是历史出来，嗯，较接离的历史出来的迄种诶，鸭的亲戚之一。啊，所以有人讲伊叫做人鸭，人鸭就是像咧共人共款。有，毋是有足济迄种有毒的，若是色水较迄个色水较水的迄种，嘿较盐的啊细汉的时阵食物件，伊食物件较红就很红就对了。像咱食迄个火龙果啊，系啊，毋白素就红。毋是迄，是因为因食着的物件有毒，比如讲有因食的叶啊，或是对其他的动物来讲有毒的，啊因就甲迄毒素嵌咧身躯内底，啊其他的动物食着伊就会吐，还是会落屎，啊所以因就毋敢搁去食即种糖，伊就当保护着因其他的家族。啊像即种因伫咧较暗的所在活动，因就袂遐响。像这松林的较有当啊会有，迄尾鸭死去的吼，像这哦我顶面有狗遐要甲伊食。嗯，因为这死去咱会当放在手的吼，蓝粉对吧？对嘿啊，粉有伊除了水以外，还有一个功能。嗯，伊毋惊水。嘿，你哪会知影？哦，你有够巧的呢。嘿，我就感觉伊这顶悬的这 model，感觉敢若是迄种防水毋惊水的迄种感觉。嘿，要试看卖无？好啊，好啊，你看伊水嘿对被黏的伊的石膏顶悬，袂捌水呢，有影像咧呢。蚵仔迄共款。哇，哎，就敢若咱爬山穿的迄种一寡衫吼。防水的衫，对啊。安尼会当帮助因莫去互迄雨淋着，就随袂飞就死去。嗯，吼，因就够有时间就咱飞去味去。因为这死去无要紧，你会当望看卖伊个牙粉的粉伫咱的手顶，身躯其实真侪毛。对啊。哇，哦，真的呢，哎呀，迄敢若抹粉呢吼。对啊，哎呀，一点一点安尼。好，好，安尼咱继续。过来找看卖，还有啥物物件无？好啊。喂喂，嘿，你袂感觉讲遮足神奇的吼？就敢若伫都市内底，但是佫淡薄伫山内底。哎呀，对啊，其实这个公园啊，虽然边仔就是徛街，嗯，啊，毋过因为伊这山吼一直连去咱较低海拔的山，是。啊，所以才有当啊看到的物件，也是介丰富。这我感觉哦，拄安尼咧行，这心态足好的呢。对啊，系啊，所以要缀着阿婷缀调调嗯，因为吼，伊吹汤拖足厉害的。嗯，行喺都市吼，嘛是要好好看。对啊，像咱即马听到这音乐，大自然的音乐，就是春天的时阵常常听到。这一只细只的牛啊，哇，哦看到安尼，哦，你看安尼，咖啡色的，对，就是用安尼日头光看起来普普，无啥物特别对吧？嘿，哦。啊，你若用这电火甲照落去，哇，哦，你用这汉镜安尼看起来，哦，你安尼电火照落了，伊规身躯敢若穿衫共款嘿，伊的。的迄色水都无共款安对，做尼。成迄龙啊布共款。嘿，什么时阵才会出来？热天的时阵吗？
即马春天、热天就会足济，就这样。嘿啊，因为细汉大汉拢差不多这个时阵会出来食物件。哦，所以差不多搁较安怎适应嘛是差不多安尼，细细这是已经大只，啊，这就大只这已经是大人啊。啊，因细汉的时阵，就是生做无共款。嘛，淡薄想要奇异果。哦，这是金花虫吗？嘿，迄类的，对红花糖去啊，诶，对，嘿足够水的。其实伊的色吼，就敢若插头，你远远啊看，你是完全看无。对，足趣味的。我感觉这糖团真正是艺术品。对对对，足神奇的。而且因咧顶面一寡较幼老的物件，就是迄光线有当啊咧改变，你就看下，感觉就像头拄迄只做成个龙啊布共款，伊安尼小可金金啊。换真的嘞，对。咱过来切。哦好好。我拢听到迄水鸡仔在叫呢。对啊，这做者水鸡，因为这有水的所在，就是因上喜的。暗头水鸡。哇！你看咱等个内底敢是美术馆呢，出来后都天黑了呢。真的呢，哦讲真的啦，哎明仔日虽然你要开工吼，啊，不过我即摆心情就好诶，对啊嘛足侪感想诶。我感觉其实足精彩啊，系啊，其实汤团无我想的安尼遮尔啊可怕啦，无遮恐怖无遮恐怖啦。安尼后边哦，我来这大自然的时阵，我会好好啊静落来，好好啊看，好好啊观察，安尼嘛才会用个教阮囝，对无？对哦，讲了有理。好啦好啦，好，安尼行，袂歹袂歹。我注意下。有啦，还有在叫啊。地背啊，啊你是要找啥？两个人行来这荒郊野外呢？哎，我无讲你唔知啦。我甲你讲，我今日要带你去熟悉一个人，伊是即个吼专门研究这塔马姆斯的人。伊会使甲这塔马姆斯吼翕上了，放大，搁较放大，啊放大一直放大放大放大，你会发现那桶吼有够水的水啊。其实一般吼看袂到的水。哦，但是吼，伊拢四界赛车，四界去研究，所以吼，我甲伊约喺山顶啊。啊，为着要找只汤团啊赛车哦。当然咯，迄是开规世人在研究呢。哇，偌济外国人要来找伊，看迄塔马姆斯的水哩。塔马姆斯是啥？老师在车里遮啊，老师在车里遮。看到这台就知影。你拢凊彩了，一个人的车就对啊。你好，老师拍摄拍摄。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阮老师真就厉害。老师，你平常时研究这种汤团，你拢是驶这只车啊？对，因为你有要长时间伫山区，你若是拄到好的虫，你想要伫遐，若是边仔无法度虫大，你搁爱驶倒来。哦，对啦。对，啊，我就直接伫迄丛树仔边仔困就好。所以你就是研究角度，啊，你就困角度。对。全台湾拢是你的房间。对。这样搞工哦，啊，你咧无用哦。老师当来经历这下。阮头段掠了嘛，即马咧整理。即区地色的，这拢是塔马姆斯。遮细只啊！遮细只，啊，遮就有啥？遮就有7种。啊，恁两个咧讲塔马姆斯是啥？老师，你甲解释一下，伊较唔知啦。塔马姆斯就是日本的玉虫，药吧迄药。药就是塔马。对。你会感觉这个名足水的咯？系啊。对啊，名足水，所以本身吼本汤搁较水。你看卖者。歹势，敢有？伊都毋是，都乌尔。这我若是无熟悉伊，我就是讲这看起来敢若是狗野咧。对哦，所以这就是咱老师厉害的所在。伊就用这种吼放大的这种技术啊，把这个塔马姆斯的水吼美丽甲翕出来。其实有一种足趣味的代志要甲你分享。就是因为我之前嘛有去掠虫，但是我掠的虫拢是较大只，迄种真阿龟啊、六角金龟迄种。啊，亲像这种边仔的吼，阮就甲弹掉啊。对啊。就是唔知影讲这边仔看起来敢若无起眼的物件，结果大只拢遮水。你弹掉的物件有可能是做好的物件哦。无，这就是我想要甲你问的。虽然呢，遮细只，你是感觉讲伊好伫倒位，水伫倒位？一般来讲，我要找的就是我无掠过的物件。
你即马看，你可能无法度足清楚的看，你拢爱掠长伊伫显微镜顶悬，你下骹看，你才会知影这是倒一种，这敢是你要爱的。真的哦。我感觉老师的这个美学吼，毋那敢若是虫，要研究这个塔马姆西吼，你规个生态链拢爱熟悉。这是真的。老师，我较好奇啦，因为这种吼塔马姆西还佫有遮侪虫，你若找着了，你若来车顶，你是安怎开始安怎搞保存啊？因为这坑咧，敢若会臭去啊？对，因为阮掠着的虫，就是阮要掠的，所以阮无爱掠的，阮就袂掠动。就佮放掉。对，我要掠的，感觉伊是要研究的物件，我就会用乙酸移植先甲处理起来。所以你若是用迄乙酸甲保存了，伊会水分去分去嘛，分伊了，伊的身躯会总软的，伊袂顶起来。所以你后来要来斩除，迄种拢足简单。这只是啥啊？迄是梭德氏金花虫。金花虫吼，哇！你看你这只足水的呢。哇，对，就跟他补救。老师，亲像我即摆安尼看啊，这安尼都遮侪款，拢无共款的感觉。恁兜啊，你的工作室应该是搁较济吼。对，因为阮有一个冰箱，完全就是咧冰制。老师，阮会使去恁兜看一下。会使，你会使看讲，遮细只乌乌的物件，伫显微镜下骹看起来偌水。对。安尼都对你来去恁兜。好。好。老师今嘛朝阮来看伊的金库。哦。这全部拢是坑糖的，毋是坑食的。内底拢放糖哦。系啊。敢会使拍开来看觅？会使，你会使开看觅。哇，内底全部拢是啦。哦，真的嘞，这拢是你去掠着的哦。对，就是阮分了糖先放伫遮。对啊。这拢是你还袂做的。对，你放伫冷冻会使保存足久。对。我发现老师哦，伊遮这糖头拢放啊足精致呢，放啊好势啊好势，顶悬佫有写名，啊佫有这个日子。对，迄是足重要的资料。倒一工啊，伫倒掠的，送掠的。这咧做标本的时阵，你遮的资料拢会甲迄个标本做伙，放做伙。后壁有人要研究，就知影即只糖是倒掠的。你看老师就用这种方式，甲咱的这个塔马姆西的米咧保存落来。迄是暂时放伫冰箱内底保存的，因为做袂了。若是做了的糖，阮就会放伫遮防潮箱，因为台湾湿度足悬的。你若是放伫外口，无放伫防潮箱内底。伊拢会发霉。哦，所以我使摕一箱看觅者。会使，你会使遮拢会使看。真的哦。有你看。啊，遮拢，我这。够水的啦。啊，有够水的。够美丽呢。而且你讲安尼摆甲足精致的呢。这卡袂歹哦。开箱呢。系啊。哇！老师，这拢是台湾的吗？这三只毋是台湾的，其他拢台湾。界门纲目科属种，遮拢是同一属的，所以伊生做小可共，毋过做一种。有诶，你真少甲看，这逐只牛啊，你看色共款，但是迄顶悬这乌乌的所在拢无啥共款，所以吼，逐一只拢是独一无二的。对。啊，这种上大只这是啥？这叫做迄个大黄缘黑心吉丁虫。哦，伊个名才长哦。是足乌心的啦。像这是大黄缘黑心，这是白水氏黑心，这只是伪黑心吉丁虫，顶悬是红艳黑心。亲像这种的，咖啡色的。迄只其实毋是黑心，这是双尾吉丁虫，我拢会共一种的放做伙，你咧找物件较好找。但是安尼摆甲足精致，足好看的哦。我是无用甲足精致，而且我无遮侪。遮侪汤，你较大只，对，我会拢较大只。啊，伊这较细只，你看迄骹吼，若是要电路开，这就是一个技术安尼。你敢有注意到，伊骹是补起来的？系啊，这技术足厉害。补起来是补起来比放伫涂骹的更较歹做。啊，老师，若是讲我咧做这个标本的时阵啊，迄骹吼无细力去用断去，安尼都袂用的吗？你会使留落来，因为这拢是一个科学记录嘛。毋过你若是做鸟毛，亲像我共款，你用断的瞬间，你迄天的心情拢会做歹。对啊。真的哦。对。我无讲介完美。你著伫显微镜顶看啊，家己扭断的，就是迄。亲像即个
啊，对不？迄是伊的生殖器，哦，迄是公的，因为生殖迄是公的器是咧健壮最重要的一个依据。哦我拢会甲公的生殖器揪出来，放黏伫边啊。安尼根本你这内底都无迄卡长去的嘛，每一个拢就水的，拢就完整的啊。可能等伊的我已经等无。要处理掉哦。老师你嘛是真古毛。亲像即种的是，阮安尼直接看就看有诶水，啊，佮有迄种阮要用目睭看，拢足歹看诶水。我感觉爱老师带阮去看，对，会使。好不好？好啊好啊。安尼，只要先甲你放转去好吧，谢谢。我搁淡面啊，搁淡面啊。哦，这个有够看的呢，拢你的作品吗？对，这拢是阮出的海报，拢是台湾的糖。哦，啊你这个遮搞工哦，佮甲伊迄每一个糖去染色哦。这不是你写啦，啊，伊原本就生安尼啊啦。你啊跳的时阵，就是有遮色水伫咧顶悬吼。对，有青的，有蓝的，有粉的呢。你会使看遮拢是真正的糖。哦，来，你来遮看，较清楚。哇，足水的呢。你袂感觉讲咱大自然就是即个上好的艺术家，对啊。对无？全部配色拢甲你配甲好好啊，逐粒拢敢若珠宝共款的。真的嘞，这有够水的啦。这就是咱讲的鸡丁虫嘛，这是较大只的鸡丁虫。这就是上侪人会来甲我问的鸡丁虫。蛤蟆母蜥，因为这是上大只的，对。喂喂，你看咱这个蛤蟆母蜥拢遮细只，但是经过老师的技术了，就变甲遮大张啊。啊，伊这变大张了，伊这顶悬的身躯就是生做安尼哦。对。真遐水。你看这配色啊，这一顺一顺拢真正足美丽。啊，还有这伊的触角吼，嘿。敢若一个线。迄是伫迄个蓝屿的结角虫。结角虫，啊，伊顶悬这是敢若是毛的哦。哦，对，迄是毛啊，伊的毛就排列有小可乳纹的感觉。真正无熟悉呢。这巴肚嘛是老师的作品。啊对，这就是你头拄仔看的迄壳仔内底，足侪就拢伫遮。黑心鸡丁虫。对。哦，所以我听讲你之前阁有出一本册，全部拢是。阮鸡丁虫出到第二册。第二册啊？这是第一册，这是第二册。我第二册哦，咧看。这是出的册哦，够水的啦。台湾奇功啦。真的呢。你会使看哦，你头拄仔讲的迄个黑心鸡丁虫嘛，黑心鸡丁虫伫遮，这是黑心鸡丁虫。哇，这样就水的呢。我手的血，刚才假面超了。嘿。哦，这若日头落去照的时阵更较水。对。敢若珠宝。但是这是迄个看起来水，啊有的鸡丁虫哦，伊生了做成树干。亲像这伫树冠顶悬，你就伊若是无当，你就做歹找。对啊。对。我最想要看老师安怎甲这遐水的糖迄间呢，才好看。好啊，第一步你先爱伫显微镜下骹甲看。好，来看你的汉镜，你的看技术。来。你早回来迄几只嘛？对。哦。啊，几只。啊，真正用这都会用看哦。对，我甲你敲好。我看卖啊。头拄仔看迄几只吼，敢若拢乌乌啊。对。哇！安怎啦？这汉镜一看了，哇，规只汤有够明显的呢。啊，到伊的色淡薄仔吼，佫会反光呢。就无亲像阮头拄仔看的乌乌呢。对。无你来看嘛者。我来看者。哦，而且吼，伊脚趾片佫有迄吼，一粒车的。哇！壳痕拢看甲足明显的。我的骹有够明显的啦。老师，你平常时啊，家己骹展开拢是用即台哦？啊对，我拢有伫即台做。这工足油的，你看伊骹遐细枝，啊，佫有迄触角，你要用这？啊对。我头拄仔吼，看一下下啊，尔我目睭足疼的。对。你有时阵拢看规工的哦？对啊，我是因为你做一只啊，你看你爱做偌油啦。若是做阮图鉴要用的一只，我拢做较油的。有的时阵一工就过。哦，你看这样的就清楚的呢。老师当咧工课啊吼。系啊。这翕了真正嘿哦，你看迄头是金色的。而且老师这样的翕了，我才知影讲，伊毋是翕一遍尔呢，伊爱
足侪遍啊，足侪层安尼塌起来才会变安尼一张呢？因为这种糖团美丽实在吼足麻烦的，因为你看爱为找糖开始，啊，搁爱处理这标本，啊，到最后吼，搁爱甲放在这翕相机，啊，翕几落张相片。对，因为这糖做细只的，所以你一张是翕袂起来的。你爱一站一站，甲每一站有焦的所在，甲塌起来，前一张才有法度。较早的时阵，我一面爱150张，啊，毋过即马差不多嘛爱30-40张。老师，其实我嘛是足介意糖团，进前嘛是为了要找这种糖团，我嘛是有出国去找。因为我感觉吼，伊足吸引我的所在是因为伊的外表吼足特别的，伊的色嘛，大家拢无共款，而且伊的性命嘛短短啊，差不多1-2个月就无去啊。所以我其实嘛足好奇，老师你是安怎对这遮痴迷？如果你咧找糖的时阵，到你真正100年无人掠着物件，互你掠着，你就会伫山顶内底伫遐喊叫，哦，掠着啊！啊，无人知影你咧创啥，人赛车过去，摇准讲拄着笑的。而且我感觉这种吼在野外找到这种糖团的美丽，是一开始你用目睭是看无的。像阮头拄仔拄着老师伊伫分这个糖的时阵，我两感觉乌乌啊，敢比赛啊？对，敢若比赛啊，啊无着迄个米糖，啊结果是爱用这种汉镜落去看，才知影伊是哦，真正有够水。对，因为我头拄仔咧看老师遮个书吼，有一本书伊是自这100几年前就有安尼，较早的人是用画的方式甲记录起来。对啊。啊，老师即嘛是用这种较翕相机较现代的方式甲记录。真正无简单呢。对我来讲，我感觉这嘛是糖团一种生活爱美丽啊，对啊。啊，甲我靠老师用这遮厉害的技术甲记录。对啊，啊记录起来，咱就应该放伫咧厝内底啊，安尼放的都足水的，应该甲伊熟悉一下吼。对啊，你会使对迄种糖的迄种质感、迄种美学甲物件，找到足侪灵感啊。对啊。所以我感觉就是真诶呢，这种藏喺糖团内底的美丽，就是要用汉镜去看。你袂感觉台湾有遮侪种足水的塔马姆西啊？只有我会使看到，你袂感觉足可惜。所以我甲吹出来，甲放大，用做是敢若艺术品安尼，就是甲伊的水，互大家人知。这就是我推动我继续做落去的动力。哇，有舒适无？你看这个环境，大自然的空气。是袂歹啦，啊，毋过你带我来遮，啊，搁爱我排一个这是要。我甲你讲啦，咱成为爸母了，阮嘛是往定定去打点，啊，知影一寡会使烘肉的所在，搁会使生水。你头拄仔行来看到遐有溪水无？足清气的。大自然。你看边仔搁会使烘披萨呢。哦，袂歹呢。对啊，带你来打点的啦。哦。对，但是今仔日主要有一个任务，你要甲我斗完成。什么代志？因为叫你排阵吼，就是要连面帮我摕一下物件。哦，好啦，我想讲你是要带我来耍。无啦，有工课啦。帮我捡一寡手机。哦，我找一个。大机、小机拢会使。小机安尼，遮小机会用的袂？这嘛会使，这嘛会使。爱找较水的哦。好。哇，这一定的，紧来，喂。哦，拢爱找这种油的就对啊。你手较长，你帮我捡迄支者。这支啊？嘿，边仔迄支。边仔迄支啊？边仔迄支啊？边仔迄支。这支较水，好无？哎呦，啊你300啦！啊你都要这种这什么啦？这手机嘛，你就摕这种粗的就好啊，摕迄安尼这油一股啊就登去啊你。较油的这伤粗啦。甲我弹掉啦。什么弹掉？这袂使弹这。慢点，迄我做开，迄我会开呢。这你会开？嘿，我做开。这你会开，加油！
这我要做糖拖的卡。今日带你来这是要谢谢我这个好朋友，是是是伊是专门吼，阮做伙饲糖的啦。哦，是哦，啊，伊即马就家己吼用一个这糖拖的标本啊，就是用这种插头去做。哦，做起来就水老所以师咧用这个对啊啦，对，啊，所以我就叫你帮我找这种幼幼啊的就好啊。感谢呢，对啦好，啊，我工作训练一下，咱来内底参观。好好好。哦，就是这啦哈。哦，这卡是要安怎用啦？这侪卡，即马遮足侪项的是囡仔甲大人拢介意的。水，哎呦，这就是我带你来的目的啦。啊，这就是咱去捡的，用迄卡做的，嘿用这手机来去做的。对啊，就是爱较幼啊，有无？嘿，咱遮有鹿角菇，啊嘛有真仔菇，真啊久啊你若要做蝴蝶，哦，还是讲餐饮拢会当，看你今日想要做啥。我要好点，我想要迄个鹿角菇，咱来这边再摕材料。啊来鹿角菇，咱就爱选伊的身躯。身躯，啊个鹿角菇，你的丝仔有要开无？还是要收起来？要开，要开嘛是要用这个树叶仔来做。是啦，嘛会使做甲拍开安尼。丝仔嘛会当做，真济。好，这工遮幼哦，你总共会使用这种手机做几种的糖团？即马差不多已经做40-50种啊。 40-50种。嗯，啊你若平常时有咧外口去观察迄个糖拖，你就会当做出来啊。你看我要做这鹿角菇，就要找这种嘿哦，足成的哦。 ，Y 字形的来做伊个头顶迄支。啊，这是迄个切割垫，好等下当个顶下做代志。哈哈，好，加刀、好，加刀。叶台。叶台。参像这种拢是伫个一般的迄店拢买会到吗？你网络顶下就买会着啊。网络嘿店，这专门设计给囡仔。好，啊，设计的叶仔，就用一支。咱今日用的这个膏啊较特殊，吼，这是 UV 光胶。女生做指甲的时阵，这就是膏顶啊，光疗啦，光疗的同款的。啊，你膏起嚟了，你再用这个紫外光的灯夹照，啊，差不多15至20秒都会当啊。啊，即马咱的鹿角菇开心吼，鹿角菇有身躯，有幼的，有粗的，有细只的，有大只的，啊，你先选你的身躯。哦，我拣较大颗的好啊。哦，第二个部分吼，你甲看，我就先夹这叶啊，毋是哦，咱先做身躯。哦，是哦。啊，身躯你知倒是毋是有扣手机？对。嘿，共款哦，你的蝴蝶想要是大只的、粗的，较大颗淡薄的，还是要较幼的，你先找较适合的。哦，好。这吼就要为身躯开始做就对了。对，拢为身躯开始，啊，身躯做了来做骹做了来做伊的丝啦。好。像你即摆要做的啊，这是伊的身躯嘛，对吧？咱甲想一下吼，伊的迄个头咧食，啊，伊的身躯咧食，啊，伊的丝仔是毋是咧两边？对。吼，你捌看过咱的鹿角菇的丝仔开起的时阵，顶下佫有两个，对。啊，伊内底迄杯的丝仔才会开起。所以即摆呢，请你用刀仔片，再甲画一刀，啊，再甲画一刀，好，画一个敢若么字形安尼，好，啊，甲这两片摕落来。老师啊，我若身躯选这安尼，敢会伤细机、伤倒、伤底对吧？伤底吼。嘿，伤底，咱佫加较长的好无？哦。嘿，佫做一个较长，因为等下要甲压要顶啊。哦，好。这是蝴蝶的身躯，是。咱要当喺伊的身躯顶啊，生出来伊的丝啦。对。嘿，麻烦你摕手叶啊。好。咱的蝴蝶有几个丝啦？4个。4个。对。啊，咱甲放起哩。哦，是。啊，你甲感觉一下。好。哦，安尼。安尼，啊，即摆咱的丝啦是毋是伤大？对。吼，飞起来感觉足奇怪，来摕夹刀。哦，再用夹刀落去嘿，落整。去整，咱甲先甲整落底。啊，你夹的时阵啊，麻烦你手小搓者，搓者。哎，互我的手搓者。哎，搓者，啊，你夹起来是毋是较自然？哦，真的呢。就敢若蝴蝶咧大自然迄种感觉。啊，像你选即个叶啊，咱叶啊有诶较长嘛，对无？啊，迄个形嘛无啥共款，就麻烦你小安尼夹一个。4片。啊，麻烦你咱来4片就去准备一个。好。啊，顶下会较大，下骹会较细。哦，好。好。阿毛老师，你若捡这种叶啊，我若是咧公园啊捡啊，是摕转来要安怎处理？你就放互打就好啊。哦，无共款的材料，你甲分落一盒，就敢若咧做迄个模型钢弹。共款。啊，要用的时候才摕出来用就好啊。我这丝仔我甲加落来，你看，好，我检查出。哇，你真正手足油的哦。系啊，厉害真好看。是啊。啊，我看你已经选好你要做的迄个角哦。对啊，即支安尼啦。好，嘿，角连起哩。好，
好，好，啊念的时阵，我有一个撇步甲你教。好，你若是教啊，直接安尼放白白，看起来是毋是真无啥物精神对无？对啊。咱敢有法度甲念互伊安尼翘起来，较翘起来，嘿，较好看。安尼你这翘起来了，就发现讲，真正是有甲久的嘿，形。所以你下骹小甲加一个，加好徛起安尼。我要搁较起来，嘿，安尼应该会使吧？我是拢爱这工爱做甲足油的。好，我咧想应该会当啊。好，啊，即马咱小甲比一下，若无问题，你有介意即个位？嗯，吼，这头拄仔讲的即个光胶，好，吼啊，等下光胶甲抹爱顶啊，嘿，吼啊抹啊小甲边仔，搁甲小甲运一个，嘿啊，你试看觅啊。好。运一个，伊会足紧搭的无？袂，伊一定要用迄个紫外光就去照才会搭。哦，老师，我即摆安尼教啊，两边敢若感觉吼有大即个，小无共嘿，自然就好啊。好，细片的咧下骹，大片的咧顶啊，一支手甲点鼓啊，好点喺你要念的所在。好啊，即摆手爱换好稳哦，好是，爱用即个钉落去照，你爱照着迄鼓啊哦。好，手把。哦，伊敢若慢慢啊打呢吼。好，安尼一片就好啊。哦啊，咱的蝴蝶，佫有3片。拢为下骹先开始嘿，吗？下骹先啊，顶啊，佫甲搭起就好啊。好，咱手这个手慢慢放开看觅啊，好搭起啊。水的。啊，我若是袂稳，我可以补一挂吼。会当。啊，你若感觉你念唔对啊，你甲跳落来嘛会当。哦跳落来佫念一届就好啊。亲像我即摆安尼咧用吼，我感觉其实真简单呢。因为亲像我是真正有在做真的弹出来标本啊。但是即马现代人可能较唔敢接受迄真正的弹，啊，啊，所以你会使用即种代替，对，对无？哦，老师，我即摆安尼，好，啊，你即摆你的是啦做好啊，对无？嘿，喂喂，你头拄毋是有捡手机，对啊啊，，无人为内底加好无？好啊好啊，找一个会当互伊徛的，是，你若要这段，你就甲加落来。哦，找一个好，我来想看。老师你看，好，噔噔，啊，你的两个角拢做好啊。耶，通拖，你知影通拖有几支骹？ 6支六骹，支骹对无？嘿一边3支，这个叶带甲拍开。啊，先用骹的哦，嘿，爱先做骹，侧面放在顶啊，侧面放在顶啊，对。安尼骹就要安尼啊，找6支就行对，爱找6支，你会当为头拄仔捡的材料落去做。蝴蝶顶啊吼，佫有2支这个嘿，细支的这个触角。触角，嘿，触角我摕这个互你看，这是松针，松树啊，松树落落来迄个，松嘿，伊的叶啊，啊，这就油的对无？拄好甲念2支，哦，好，嘿，念喺伊的头顶啊。好，好，啊，因为这就油的啊，你要试看卖用这，哎，好我先该黏落再来加对无？对，这骹就歹做的，因为我找就成的。咱咧做这吼，就是爱尽量吼无放同款互自然。是啊，莫去要求伊爱成哦，要求要成大尾啊做起来就感觉无迄个童趣，卖想伤济啦，莫想伤济哦，莫想伤济放互开。自我要求较强啦。对啊，卖想伤济啦，哎呦，袂歹吼。敢若鸭咧，啊，那安尼啦，蝴蝶变鸭，安尼，好，你即摆若个念安尼，6支拢念好了后啊，嘿，伊看起来就是一只去用打甲边边落较久，哦，所以麻烦你甲骹念放下来嘿，念即个面，伊等下吼，咱甲藏起来，伊才会徛起来。对无所？以老师，我拄啊即个蝴蝶啊，我有感觉这条啊，敢若是较大。嘿较大用伤大对无？好，啊，即摆咱会当开始整理好，为即个角度甲加落来，吼好，加好安尼斜斜的。好，安好，尼，啊，这边嘛共款，哦好，嘛是安尼，是，安尼，嘿，啊，佮甲整理者，你像这较无自然对无？嘿，咱小甲搞起起的，就就好看。加一个敢若个较顺啊吼较顺啊，有啊，有较像咧。哦，即摆做好了啊，咱先莫放马紧，哦，麻烦你用你的角度，吼，决定你上尾啊，即个要溜的所在，哦，嘿，看要偌长，好，2支迄个触角，嘿，小甲剪者，是，好，好，过来我摕一个即个空的盒仔互你，嘿，哇，你做遮紧哦！因为我会较简单哎啦，呦，我这念骹念啊，目睭要花去。你慢慢啊来啦，啊，话袂咱头仔毋是有捡迄个，嘿，伊要徛迄个手机，是，即摆吼，咱的蝴蝶较特殊哦，因为咱来去考虑一个构图的迄个美感，是，吼，你会当放花的，你嘛会当放直的，你小摆看觅啊，
啊，你若差不多决定的时阵，后调的先放在边啊，咱先来念这支手机。是，好，啊，咱后调的咱起你啊。这个位，好，啊，来，我先帮你点歌啊。好，有调整的时阵，你搁来照个大的。啊，这是咱传好的名牌，内底足多，这就是我做过的，我拢甲伊的名牌传起来。啊，你小找一个，你的后调在倒？好接，好，我来看。你甲放入去看卖啊。哇！哎呦，鸟喂，艺术的，这放起哩都安尼规个无共款啦你要签名啊。老师啊，我亲像这我这室啊做好啊，我就要甲新黏内底啊，外口。咱先做下开，好，负责杯的迄个石仔先做，用一片叶啊，你甲对加一半，一半。倒一边一个。哦。落角久的伊的石仔本来就足大支的，嘿，足长的，所以这就免搁处理啊。好，你就找你介意的所在落去量。看家己做的这样作品啊，看起来就好耍的呢，就安尼一直看一直看吼。对啊，所以无困难嘛，对吧？袂，咱来做起来时间嘛无讲介长，啊做起来物件足水的，对啊。啊，佫是用自然的物件去做。嘿，我的六角菇做好啊。啊，即马嘛，你甲落角菇啊，放在你的房仔顶啊，好，甲固定就好啊。安尼就会使啊啦。啊，你看啊，你嘛无一定逐支骹拢爱去拄着房啊，对无？你看伊的即支正骹，头前正骹是毋是翘起来？翘翘是啊，是毋是甲你打招呼的感觉？嘿，嘿，所以就把紧，放互自然就好啊。主人，啊，即马点一个，甲固定的房仔就好啊。过来咱甲装在坑内底，啊，因为咱即只六角菇哦，做了较高较大只，先甲放看卖啊，看卖即个后摆等下咱关起来袂？足紧张的。袂啦，你放入去了后，伊都会用个刷来刷去。哦。嘿啊，一开始也无遮紧就打。我完成啊呢。真的哦呢。，啊你嘛完成啊？对啊。其实足美丽，而且嘛足简单的吼。我安尼看家己的这个作品哦，就感觉心情足好。我拄仔已经想好我要甲伊放伫咧倒位啊。看到。啊，要放伫咧我的迄电视边啊，我拢有一个柜啊，我就要甲伊放伫咧内底。